木蘭辭故事呢，就係以翻木蘭代父從軍嘅經歷為主線，描述咗木蘭啦由女兒身到英勇將士嘅轉變過程，展現咗佢對家庭嘅孝心同埋對國家嘅忠誠。呢篇文章嘅題材呢，係樂府詩，背景呢，就喺南北朝時期啦，戰爭頻繁，百姓生活艱苦。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故事呢，就係講及啦，有一日木蘭呢，就喺屋入邊呢，用織布機去織布啦。咁織布機呢，發出嘅噪音呢，係好大聲嘅，但係突然之間呢，聽唔到呢啲織布機嘅聲音咯，淨係呢，聽到木蘭喺度唉喺度嘆氣。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然後有人就關心木蘭啦，就問木蘭：喂，你喺度諗緊乜嘢啊？你喺度掛住啲乜嘢啊？木蘭就話啦：我都冇諗緊嘢，亦都冇掛住啲乜嘢。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12卷，卷卷有爺名。尋晚喺街上面見到好多徵兵嘅文書，知道原來可汗喺度大規模嘅徵兵打仗。而喺咁多卷嘅徵兵文書裏邊，每一卷都有爸爸個名啊！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因為爸爸年紀開始大啦，又冇長子可以代爸爸出戰，所以木蘭呢就已經決定咗女扮男裝，代爸爸上戰場啦。於是木蘭呢就去到市集上面去買一匹靚馬啦，從此呢就代父親上戰場啦。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於是木蘭就去咗東面嘅市集呢買一匹靚馬，去咗西面嘅市集呢買一個箭呢係攞嚟箭住個馬鞍嘅，去咗南面嘅市集呢買一啲繩呢係攞嚟控制住隻馬箍住喺佢嘅口上面嘅，然之後呢再去北面嘅市集呢去買一條長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氈氈。喺第二朝嘅早上，木蘭就離開父母上戰場啦。到咗傍晚嘅時分，木蘭呢就去到黃河邊附近紮營稍作休息。佢再聽唔到父母嗌佢嘅聲音啦，只係聽到黃河嘅流水聲。旦辭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到咗第二日嘅早上啦，木蘭都離開黃河繼續上路啦。到晚上，佢終於到達咗黑山頭。木蘭再聽唔到父母嗌佢嘅聲音啦，只能夠聽到燕山胡兵戰馬嘅聲音。